2024年9月，舒適堡全線閂門，好多人以為最慘就係啲會籍變咗廢紙，但真正嘅慘係之後嗰幾個月先發生。消委會其中一宗個案，個苦主由2016年起簽咗1900幾堂私人教練課程，涉款181萬。我自己最擔心就係嗰個教練堂咯，因為頭先佢都聽到話，原來佢減到100蚊一堂嘅，咁即係話個教練堂冇辦法教，就算真係俾佢揾得一個肯教。跟住另外可能都會係咁 sell 你，其實另一個苦主仲有接近200堂未上，15-16萬，而佢哋大部分人係用分期供款買呢啲課程，鋪執咗，教練走晒，啲堂上唔成，但你將分期單照樣每個月喺你戶口度扣，有苦主要繼續供落去，一個月供12000，而呢條片要答嘅就係點解會搞成咁，講埋一件事先。呢個故事分成上下兩集，呢集講嘅係一間做咗38年嘅老字號點樣一步步行到絕路，下集先講247，同一個城市同一門生意，點解佢由0開到全球307間？先講舒適堡當年有幾大，全盛時期20幾間分店，間間萬幾尺。代言人係郭富城，一賣就賣咗超過22年。你細個喺電視見過嘅健身室廣告，好大機會就係佢。但佢真正賣緊嘅嘢喺另一度，喺你行入去之後嗰3個鐘。香港人對佢嘅記憶好多都唔係關於做運動，係行緊街喺旺角銅鑼灣俾人截住做個問卷，答完人已經喺樓上參觀緊，係坐低傾5分鐘變咗3個鐘，係簽一張3年5年嘅約。俾晒錢先發現自己唔會嚟，好多人怪個 sales 太進取，但如果你睇佢盤數點運作，會發現呢啲全部都唔係意外。呢度要講個會計上嘅嘢，唔講術語，我用一句人話同你講：你俾3年前俾一間健身室，佢手上多咗筆現金，但同時多咗一個3年嘅服務責任。會計上呢筆錢叫遞延收入，擺喺資產負債表邊一邊，負債嗰邊。所以收咗好多錢同賺咗好多錢係兩件事。佢帳面現金好睇係因為佢一路喺度賣未來，每收1蚊就欠客1蚊嘅服務。講白啲，預繳制嘅本質係問客借錢做生意。呢筆借款冇利息冇抵押，而且唔使還現金，你用服務還。呢個安排本身唔算出奇，好多行業都咁做。但佢有個後果，喺順境嗰陣完全睇唔到。假設呢筆預繳收咗之後，唔係擺埋一邊，而係攞咗去交今日嘅租，出今日嘅糧，咁佢就要一路有新客入錢去養舊客嘅服務成本。呢個結構有一個好麻煩嘅特性，就係佢收縮唔到。你收縮分店，舊客嗰啲責任唔會跟住縮，20幾間縮到剩翻13、14間，但賣咗出去嗰啲10年會籍一張都唔會消失。你轉月費呢？轉月費即刻冇咗預繳嗰筆現金流，但舊責任照舊要履行。新錢未到，舊債照孭，所以呢盤數要行落去，就要一路有新錢入。記住呢句嘢，因為到最尾你會用翻佢嚟解釋一件事。呢個機制做咗30幾年都行得通，所以你要問一條問題：點解係2024年死，唔係2010年？答案係一個要靠一路有新錢入嘅機制，最怕嘅一件事就係冇得開門。2020年3月，政府第一次勒令健身中心關閉14日，4月再延長多14日，5月先有條件重開，9月又再重開一次，到12月再關14日，一直去到2021年年初7先重開。2年之內起碼4輪，業界估過單係嗰年12月到1月，成個行業蝕3億。但閂門呢件事對唔同嘅收錢模式後果完全唔同。收月費嗰啲閂咗門就冇得收，收入即刻歸零，但佢同時冇咗個未來責任。收預繳嗰啲舊約照計，服務期照跑，租金人工照出，即係話佢停業嗰幾個月一路喺度燒緊已經收咗嘅錢，而新客因為門口鎖住，一個都入唔到。呢個先係機制真正嘅代價。佢輸個位唔喺對手度，喺佢停唔起。你可能會問，咁佢見到24小時健身室一間一間咁開，做咩唔跟？呢度有個位好反直覺，佢唔跟其實好合理，對佢嗰個成本結構嚟講，跟落去係一個錯嘅決定。佢每個月要燒大約4000萬，租金2000萬，人工1600萬，仲未計雜費。執笠前佢大約剩翻13、14間鋪，
即係平均每個月大約要300萬先打得和。而24小時健身室嗰邊，早期月費做到199、249，一個幾百蚊月費嘅客喺300萬呢個窿面前，要好幾千個先填得滿。喺佢嗰個結構入面，呢批客係拉低平均嘅，守住肯一次過俾幾萬蚊嗰批人係當時最合理嘅選擇。問題係嗰批人會老會走。而新一代由頭到尾都冇打算行入嗰道門，佢守得住嗰批客，但佢守住嘅係一個正在縮細嘅客群。講到呢度有件事，好少人記得呢種死法。舒適寶見過2016年香港另一間巨型健身連鎖執笠，當年同舒適寶齊名，嗰間叫 California Fitness， 幾萬個會員嘅預繳課程一夜變廢紙。執笠嗰個禮拜門口圍滿苦主，有一間公司即刻出手。喺網上落廣告，話俾嗰班苦主聽，攞住舊會員證嚟，免費玩6個月。下面細細隻字寫住，要簽新約先有簽1年，甚至簽一張10年嘅長命契。出手嗰間公司就係舒適寶。所以佢有冇見過預繳制點收場？佢企喺第一行睇足全程，但見過同轉得到，從來都係兩件唔同嘅事。2018年。一個補習學校嘅電腦科名師，夾埋打泰拳式嘅朋友，喺中環堅道開咗第一間247 Fitness。兩個人都唔係健身行業出身，你或者會諗一個外行人憑咩同人鬥？但正正因為佢係外行，佢冇問呢一行以往點做，佢問嘅係而家啲人最憎健身室邊樣嘢。而呢條問題，全香港人都識答。知好多健身室，佢哋為咗去攞好大個嘅營運資金，或者一個好大嘅現金翻嚟咧，咁佢哋可能會係買一啲比較長時間嘅 plan 啊，咁亦都可能會甚至乎海鮮價咁樣去賣佢哋嘅教練計劃啊，或者會籍啊等等嘅。咁但係我哋見到呢個唔係一個太好嘅風氣咯，即係可能大家好多消費者都知道，即係過往都有唔少 gym 係咁樣嘅情況之下結業嘅，咁變咗係對於消費者嚟講一個信心上高一個好大嘅危機嚟嘅。最憎俾人截住做問卷，最憎坐低5分鐘變3個鐘，最憎簽咗長約，俾晒錢先發現自己唔會嚟。佢做嘅嘢就係將呢幾樣全部刪走，冇 sales， 冇前台，大部分時段成間鋪冇職員，入門口唔使拍卡，都唔使叫人，靠你個樣人臉識別開閘。但真正關鍵嘅係佢有本事刪得起，因為佢啲錢係逐個月收，逐個月收你唔嚟，佢就冇下個月嗰筆錢，所以佢個結構本身就逼住佢要令你想返嚟。由呢一點推落去之後，每一步都有得解釋。要令你想返嚟，首先要就腳，所以唔霸大商場、專攻屋邨同私人屋苑樓下。要就腳就要細鋪，細鋪平租，冇租金壓力就唔使靠 sales 逼單，冇 sales 就冇佣金，就唔使請一大隊。呢套嘢喺2018年全香港得9間，到2023年第4季已經有214間，5年超過20倍。不過講到呢度有樣嘢一定要講埋，佢個宣傳寫住零預繳，無需入會費，呢兩句係真嘅。官方頁面白紙黑字，但零預繳唔等於冇約。打開佢自己份條款，由頭到尾用嘅字係合約，佢有4個承諾期。簽1個月月費1050，簽3個月900， 6個月750，簽夠12個月月均550。即係你想平就要供夠期，中途唔想供落去，要賠1500蚊解約費先走得甩。想暫停要提早30日書面申請，停會期間每個月照收150蚊手續費。所以講到尾，兩間公司都有約，真正嘅分別係啲錢幾時到你手。一次過收晒3年，你手上多咗一筆唔屬於你嘅現金，同一個3年嘅責任，逐個月收。你手上永遠只有1個月嘅錢，但你亦都只欠人1個月。呢個分別喺生意好嗰陣睇唔出，喺停業4輪嗰陣就係生同死。而呢件事亦都唔係舒適寶一間公司嘅問題。消委會舊年收到155宗關於24小時健身室嘅投訴，按年升超過80%。爭議最多嗰2樣就係約滿自動續約同埋1個月會籍入面嘅細節。新玩法解決咗舊問題，但佢自己嘅問題已經開始出現。而家可以講返2件事撞埋一齊嗰個月，2024年9月，247喺順利邨開咗佢第100間分店，同一個月
舒適寶全線閂門，閂門之前幾日發生咗咩？仲有職員企喺跑步機隔離賣會籍，有會員就喺嗰個禮拜簽咗一張10年約，又係10年，同8年前接 California 苦主嗰張同。即係如果成功叫到客人買6萬蚊會籍或者 PT 堂，教練就可以收到1000蚊佣金。但好多時公司為咗 sell 多啲客賺多啲錢，會突然加多啲佣金。就好似佢哋臨拉閘之前就出到 double 佣金，利誘教練積極 sell 客。一款好多人睇到呢度會覺得啲人真係衰，但係如果你記得頭先講嘅嘢，你會明白多一層。呢盤數要行落去，就要一路有新錢入，停一日收錢就出唔到糧。而事實係去到最後嗰幾個星期，佢連糧都已經出唔到。閂門之後，除咗會員、教練同前線員工一樣追唔到錢。佢話舒適寶冇正式表示結業，員工可能要向勞資審裁處向法庭申請公司清盤，先可以申領到破欠基金，隨時要花半年以上，亦都未必可以全數追回。有消委會收到2400幾宗投訴，涉款超過8600萬，單一宗最高嗰個181萬。公司清盤，法庭判詞指其中7間分店欠債由1億到6億都有，資產明顯唔夠還。呢類負債嘅性質就係收咗錢但冇提供到服務，而佢啲債主全部係客。另一邊同一段時間，247由租鋪變埋買鋪，長沙灣3000萬，大圍4800萬，油麻地2800萬，3單加埋超過1億。2年之後嘅今日，佢喺香港有157間分店，但係香港以外仲有更多，大陸121間，單係上海一個城市就51間。比佢喺成個港島區仲要多，再加新加坡24間，台灣同澳門5間，4個地方嘅數加埋，全球一共307間。舒適寶守住香港一個市場，守到最後都守唔住。247用同一套嘢，而家已經開咗5個市場，逐個月收翻嚟嘅錢，最後變成一間一間鋪，一次過收晒嘅錢，最後變成幾億債，同埋一班仲喺度供緊分期嘅客。留3樣嘢俾你：第一，分清楚收咗錢同賺咗錢，一筆錢入咗你戶口，唔代表佢係你嘅。如果嗰筆錢背後帶住一個未來嘅責任，佢喺會計上係負債。你盤生意有冇呢種錢？如果有，佔幾多？第二，順境睇唔出你嘅收錢方法有咩問題，逆境先睇得出。所以真正嘅問題係，如果你聽日要停足3個月，你死唔死得成？第三，睇一間公司唔好淨係睇佢幾大，睇佢轉唔轉得到身。一盤要靠新錢養舊責任嘅生意，冇得減速，而個世界唔會問你準備好未先變。最後留一條問題俾你：如果係你開一盤生意，你會揀今日收晒定係逐個月收？今日收晒嘅留一個錢罌，逐個月收嘅留一個日曆。記住嗰個苦主鋪執咗，教練走晒佢張分期單，照樣每個月扣。下集我哋調轉個頭，講翻247呢一邊，一個補習老師點樣由中環一間細鋪開到全球307間，佢啲鋪點揀，啲錢邊度嚟，佢個加盟制點運作，同埋一件好少人講嘅事，佢做嘅其實已經唔止係健身生意。呢度係 Make or Break Academy， 我哋用 MBA 嘅角度拆解一個又一個商業故事。想聽下一個 case，記得訂閱同埋分享俾你嘅生意拍檔。